社企周咧得以係圓滿咁樣咧，係可以去推動咧，係實在要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會啦，以及咧係香港社會創業論壇，以及咧係嚟自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咧係3方面係共同去合力係去主辦嚟推動呢個咧國際慈善及社企周。咁我諗呢個就係主要我哋去諗，就係一個慈善論壇背後好重要嘅一個理念，就話大家透過呢個論壇咧，可能係東方嘅，可能係西方嘅，可能係中國嘅，可能係日本嘅，可能係美國嘅，係大家都可以將自己做事唔同嘅方法做一個溝通同埋交流。咁我哋希望咧係咁嘅基礎之下咧，係能夠促進到即係跨界別嘅合作啦，同埋亦都能夠促進到咧就係成個慈善事業佢嘅向前同埋一個壯大啦。